有好多姊妹話想買一條啱心水嘅手鐲，真係難，又驚俾人呃，又怕貨不對版。咁蓮姨咧做咗30幾年嘅翡翠手鐲批發，我就比較推薦呢手春彩手鐲啦。種水膠膠潤潤，成個底裝基本上都係浪漫嘅紫色，最得意嘅係上面嗰啲洋綠色，夠濃郁，毛坯狀態已經好似一幅好靚嘅油畫。喺蓮姨呢度就唔使擔心貨不對版，如果收到貨之後貨不對版，只管退貨換貨，我就係有咁嘅底氣啦。我而家就揀一條出嚟去加工，俾你哋睇過成品之後，我先會按批發價出。好多謝分手你舉發現我，祈求原諒我，如這句夢去你打磨完，紫色底裝拋光後變得更加濃郁嬌艷，貴氣十足。上面嗰啲洋綠色小水花，好似真嘅小精靈喺度跳躍緊咁，喺清新嘅紫色襯托下，格外醒目靈動。我主要係做口碑生意，中意嘅或者感興趣嘅姊妹就留個圈口俾蓮姨啦。